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主張可以唔掹就唔掹，有時間有 face 嘅正 K 生張瑤。好多家長問我牙齒唔齊可唔可以從細個時候就開始預防呢？其實係可以嘅，因為我哋60%嘅牙齒畸形係同後天嘅因素有關嘅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4個方法，可以降低我哋 BB 大個之後箍牙嘅概率。第一，保持良好嘅口腔衛生習慣。3歲之前家長其實係可以用紗布或者指套嘅牙刷，輕輕咁擦洗我哋 BB 嘅牙齒同埋牙齦，每日2次。3歲之後就可以教 BB 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噶啦。BB 刷完之後家長最好就係再補刷一次，咁樣就可以幫助我哋 BB 預防蛀牙啦。第二，3歲之後我哋要戒除不良嘅口腔習慣。喺3歲之後如果 BB 仲有吮手指啊、咬脷啊、咬嘴唇啊、偏側咀嚼啊等等嘅不良習慣會令到我哋 BB 嘅頜面發育出現一啲異常，產生錯頜畸形，比如地包天啊、爆牙啊、偏下等等。家長係要及時幫助我哋 BB 克服，必要時候仲可以請我哋正 K 醫生嚟協助嘅。第三，均衡嘅飲食，提供充足嘅營養，尤其係鈣啊、維生素啊等等，對於我哋 BB 嘅牙齒同埋骨骼發育係至關重要嘅。另外，適當再食啲偏硬嘅食物，比如排骨啊、牛肉乾啊、粟米啊、蘋果啊等等，可以鍛鍊我哋 BB 嘅口腔肌肉功能，刺激頜骨嘅發育，減少牙齒溶劑嘅發生。第四，定期帶 BB 做啲口腔檢查，建議從3歲開始，每半年就帶 BB 進行一次口腔檢查，發現潛在嘅問題，及時干預。預防永遠都係比治療輕鬆嘅。希望各位家長可以多關注我哋 BB 嘅口腔健康，及時發現畸形，及時進行干預，可以降低 BB 大個之後箍牙概率，或者係減少後期箍牙治療嘅難度。好嘅，今日視頻就到呢度啦。我係正 K 生張瑤。喺方案設計上面，我哋會通過面型、氣道、肌肉、體脂、關節、時間、頜骨、生理、牙列、牙體、牙周10個維度嘅綜合分析。我哋相信整體大於部分之和。我哋喺呢個基礎上，通過團隊嘅精細分工，喺每個流程細節上面做到極致，幫助大家回歸健康，重拾自然美。有咩疑問可以隨時揾我哋。多謝大家。